你看，内底是毋是有物件？嘿咧，咱详细看一下。哦，水鸡、看起来敢若是皮肤顶管有一粒一粒的酱籽。酒鸡，哦，一个的酒鸡。对，咱看到这叫做盘古蟾蜍的酱籽。这有一只虫咧，你有看到无？这只。真的呢，哦，今朝你目睭做来呢。哎呦，你搁发现另外一种。嘿，所以真会看到这个虫拖，无同款的虫伫遮。对，虫拖较容易看到。咱可能着种啊，咱先甲电火先金毛花无？电火金毛花，头的嘛爱金嘛。金毛花。啊，拄啊，敢若看到火金菇的。火金菇？对。我以前看迄火金菇拢是热天的时阵啊，即马遮寒着，寒天敢有？遮较悬山，咱会当看到另外一群火金菇，伊是伫秋天、冬天的时阵才会出来。啊，看到，这，就这只。这只？就是这只，这就是这个火金菇。伊迄甲我看过无共款咧。对啊，你感觉倒位无共款？伊这敢像无死？无死啦，对无？对，伊这就是这类的火金菇上特别的所在。有诶无共款，只是毋是只是。对，啊，伊这是创蝇这类的火金菇，啊，伊这种无的，就是无死啦。啊，伊公呢，就甲这生了完全无共